当初我们在皈依的时候，如果是没有想到这么多，只是为了自己需求一些短暂的安乐等等这样的情况下，或者是从前面地小师道的皈依一样，相当就是不是就是在想到的地狱恶鬼等等的，但是也是免灾等等的这些，就是有点那个健康问题、感情问题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皈依的情况下，也是我们现在是什么过程？我们现在就是在学习的过程。一切可以在任何时候知道了，就是按照那个如理如法的方式去走，这是对的。所以就是我们就是一半学一半修，一半学一半修的，需要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原因都是这样来。所以呢，就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为了所有一切众生，从轮回的苦海当中要让他们解脱出去，从轮回的苦海当中让他们解脱出去，要安置在一个什么样子的位置，就是要遍知佛的果位，就是佛的果位，完完整整的就圆满的佛果位这就是我们要真正的就是修持大圆满法的一个行者来说的话，就是要有的这个皈依的起心动念。如今这三种发心中，我们应当就有需求将无边众生安置于圆满正等觉果位的大师大发心来皈依。善知的人天安乐，暂时好像是安乐的，但实际上超不出痛苦的范畴。善趣安乐果报耗尽后，又将堕入恶趣之中，所以不宜追求圣简的善趣安乐。如果只是为了自己一人得到极尽安乐涅槃的声闻缘觉果位，而不饶于无始以来曾受过自己的父母，现在沉于轮回苦海中的无边众生是不应理的。希望一切众生能获得佛的果位，而皈依三宝是大师道广大福德之精良，所以应以大师道皈依。宝鬘论云：众生皆无量，欲以亦如此。所以我们不管是今天修皈依也好做发心也好，修任何的法，做任何的善事，都是心里不能没有的就是一切众生。那么一切众生对于我们来说的话，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起到什么样子的作用呢？如果是没有一切众生的情况下，我们就是连能够可以成佛的一个方法都没有，你就可以这么想。所以我们就是要知道一切众生跟我们的那个从无始以来到现在的断的这种关系各个方面，这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曾经已经讲过嘛，就像到那个《无性八颂》里面的第一句讲的就是众生，所以就自己将那诸众生，有没有这里你们记得吗？自己将那诸众生看作众欲如意宝，能称大士之心情，敬重爱护，常普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知道，一切众生为什么把所有的众生都可以把它当作是如意宝来看。因为所谓的如意宝就是一种名称，就一种传说中呢，就是有一种非常宝贵非常珍贵的东西，求什么会得什么的。就我们如果是能得到这个如意宝的话，我们求什么就会给什么，这样的一个物质的东西，相当于就是这是一种传说。那么对于我们在一个轮回中的众生来说的话，真正的如意宝就是佛法，因为佛法才让我们可以解脱轮回的一切痛苦，让我们能够获得究竟安乐的果位。那么我们能够可以在修持佛法如何达到真正的这种如意宝的效果呢？那我们要知道，为所有一切众生发心，把所有一切众生当作真正的如意宝，真正的最殊胜的最有恩德的如意宝来看。那么为所有一切众生
从轮回的苦海当中，让他们要解脱，让他们脱离。所以我呢，就是就认认真真的修持。那这个是可以从多重方面看，多重方面去参考。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就是共同外潜性的时候已经讲过人生无常的方面，人生难得的方面，下面难得的方面。比如说我们18下面的这个每一个条件都是有多么难得，多么殊胜。那么这一生当中，自己能够可以真正的去修持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具体的因缘，这些都是不是特别的容易的，是非常非常难得。所以就是这么难得殊胜的机会，只有我一个人得到了，就这么多的众生里面，就已经是没有多少人得到这么珍贵、这么殊胜的这种宝贵的机会跟因缘的时候呢，我就认认真真的，就是不顾一切的在坚定不移的去修持佛法，以这样的一个发心。那么这个时候呢，怎么去修持？那当然就是不能浪费时间就是如理如法的，按照教言一一错乱的，不颠倒顺序，不错乱次序，然后就要清清楚楚的那么就修得明明白白的，就要这样才是最能够达到真实的效果的。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今天讲到皈依的时候，那皈依的大致上所有的人都知道，已经是听过无数次的皈依的道理跟各个方面。那当然，因为就是一个人一开始进入的时候从皈依进入的，那么皈依也有共同的皈依跟不共同的皈依。但是无论怎么样子，一开始进入就是从皈依进来的。但是一开始进入皈依门的时候呢，需要什么样子的条件跟需要什么样子的要求？当然就是只是简单的，那么在这个给你皈依的是你皈依界的上师只是会简单的说一下，其余的就是自己也不懂。但是不懂的话，就是到现在已经是皈依了那么长的时间，那当然任何一个人肯定是没有忘记皈依的部分，所以就是而且每天都不能忘记的在皈依呢，就是在平常都是等一下在下面会讲到的皈依境的观想，这些呢就是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去使用，怎么去修持这些方面。所以就是刚刚在这个论里面所讲的也一样，众生这么重要的情况下，那我们为众生的发心也是要无量无数的发心才是对的，因为众生的数量是完全是无量无数的数量。只要是天空有存在的地方，就是有众生的存在。有众生的存在的地方呢，就是有痛苦的存在。所以所有的众生都是非常非常的痛苦。所以这么多的无量痛苦的这些无比痛苦的这些众生，都是谁呢？就是我们的父母亲。曾经都是做过我们的父母亲，不止一次的，无数次的。我们之间呢，就是做过无数次的那个父母的父母跟小孩的关系的，也这样的一些众生。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我们应该要为他们发心，为他们修持。benza gar pe mas